20、高中毕业。21、讲古。我当好听阿公讲古。我改好听阿公讲古。22、讲演演讲，一场讲演。一场演讲。23、国中。各种，中山国中。24、翕相。3过來，去鄉下翕相。3個人過來，去鄉下翕相。25、學人做生意。26、一年生。一年生，老大今年1年生。一下幾多年生？老大今年1年生，一下幾多年生？27、音樂課。28、運動。阿公逐早晨會去公園運動。阿公每早晨會去公園運動。29、運動會。下禮拜六學校辦運動會。30、運動坪。學生哋到運動坪上照相腳。31、節目。節目當精彩，來鄉下看。節目該精彩，來鄉下看。32、足球。腳球。足球。踢足球。踢足球。33、考。佢也拜考過學業能力認證考試。伊要拜考過學業能力認證考試。34、考試。天公日愛考試，愛較拼鬥誒。天公日愛考試，愛個拼鬥誒。35、球場。到球場上打球誒。36、課，物理課。